己以前唔識剪片，我自己以前唔識出圖，我自己以前又好難去做一個文案等等咁樣，呢一啲嘢其實我以前做唔到，但係當我擁抱咗 AI 之後咧，我就相對多咗好多呢一啲生意機會，就自己可以過咗嚟。好似而家譬如豆包可以做咩會記錄，或者可以幫手做啲叫做 PPT。咁當人哋可以喺1分鐘之內做幾個 PPT 出嚟去 present 俾老闆睇，咁你仲要用人手去花。嗱 AI 咧會取代人類嘅工作咧，呢個係好多人嘅疑問啦。如果你仲停留喺一個舊思維，可能咧就會浪費咗新科技嘅好處噃。嗱，不論係圖像定係文字啦，都突破咗人類嘅想像㗎，亦都引發咗啦唔少打工仔嘅憂慮喎。咁迎接 AI 嘅嚟臨嘅時代啦，各位打工仔又應該點樣裝備自己啦？不如聽下今集嘅職場先知，請嚟2位嘉賓同大家分享一下 AI 來臨係危機定係機會嘅睇法。今時今日，識用 AI 唔單止係職場技能，甚至可能係揾工、見工嘅入場券。AI 嘅強大雖然令打工仔做嘢更加方便，但被取代嘅危機亦都令人心慌。今日我哋邀請咗2位特別嘉賓，跨境電商平台董事總經理李敬業先生同人工智能科技公司行政總監莊永康先生，同大家探討 AI 來臨係危機定係機會呢個話題，一齊睇下。我會覺得啦，其實係危機，亦都係機會。其實係分開唔同嘅人會遇到唔同嘅境況啦。例如咧係冇擁抱 AI 嘅人咧，我覺得就真係會非常之危機啦。點解啊？因為其實而家若果你唔擁抱 AI 嘅話咧，同擁抱 AI 之間嘅差距係非常之大。唔同以前嘅其他啲技能，可能話你識煮嘢食同唔識煮嘢食，我最多咪就係自己嗌外賣咪得咯，唔使自己煮飯都得。咁但係若果識咗人工智能之後咧，你係識多咗好多嘢，亦都係做多好多嘢可以。甚至好似我自己咁樣啦，我會認為係一個機會嘅原因係咧。我自己以前唔識剪片，我自己以前唔識出圖，我自己以前又好難去做一個文案等等咁樣，呢一啲嘢其實我以前做唔到，但係當我擁抱咗 AI 之後咧，我就相對多咗好多呢一啲生意機會，就自己可以過咗嚟，而我亦都好簡單地就已經可以完成我啱啱所講嘅一啲工作，咁所以咧，我覺得係一個機會嚟嘅。對於打工仔嚟講咧，我就覺得咧，其實而家 AI 嘅年代咧，多咗好多功能，好多應用咧係可以輔助你，令到你嘅工作嘅效率提高啦。咁當然頭先講到咧，如果我哋唔用 AI，咁隔離對方用 AI，咁我哋嘅競爭嘅距離咧會被拉得好遠。點解咧？好似而家譬如豆包可以做咩會記錄，或者可以幫手做啲叫做 PPT。咁當人哋可以喺1分鐘之內做幾個 PPT 出嚟去 present 俾老闆睇，咁你仲要用人手去花成幾個鐘頭去揼一個 PPT 出嚟，斷層式嘅被挑戰嘅情況下咧，咁你嘅個人嘅價值咧就會被大大降低。試下會唔會思考一下，你係老闆，你都會請一個production 快靚正嘅員工啊嘛，係咪先？所以喺咁嘅層面上面咧，真係擁抱 AI， 學多啲 AI， 其實可以用好多嘅唔需要好貴或者唔需要好多嘅錢，就可以用到啲 AI 可以賦能俾你嘅行業，令到你可以脫穎而出嘅。其實而家我哋招聘人嘅時候咧，都會多咗去問佢識唔識 AI。咁但係咧，你話好大原則咁樣，好大方向地去改變嘅話咧，呢啲標準嘅話應該係未有嘅。咁但係咧，識 AI 絕對加分，甚至係加埋人工。咁所以咧，我會覺得咧，我自己啊，唔一定係會好天翻地覆地改變我嘅招聘嘅標準。咁但係我一定係會問你識唔識 AI， 而且你發揮到係乜嘢程度。
你解決咗啲咩問題等等。咁其實我而家都係會追求需要識得 AI 嘅人點樣去用 AI，呢一個先係我自己嘅招人嘅準則。做老闆會唔會上嘢咧？其實而家國內已經係好盛行，好多甚至大公司甚至小嘅企業咧，佢哋請人嘅基準咧都會有一欄係叫 AIGC， 即係你有冇 AIGC 嘅能力。所以變相咗將來真係 AI 嘅能力咧，係真係會令到你嘅面試咧去加分嘅。咁當然啦，在於我哋公司，我哋係澳門 AI 公司啦，咁我哋公司當然想要請啲AI 人才啦，咁亦都我哋都會致力去想希望培養更多嘅 AI 嘅人才啦。因為我認為將來呢個世界咧 AI 會係衍生另外一個新產力，係一班可能識得運用 AI 或者去教育 AI、train AI 嘅一班新嘅工種出現嘅。作為 AI 工具嘅使用者，我哋唔應該對 AI 嘅強大同日新月異感到恐懼，反而要視 AI 為解決問題同提升效率嘅好工具。多謝兩位嘉賓今日嘅分享，我哋下期職場先知節目再見，拜拜。